家喺個中場度糾纏緊，對咗後得組織，入邊大腳交前，連心同行有個好靚嘅機會，一抽，哎呀，而家左邊再嚟一個界外球攻勢，仍然都係連心同行向前攻。13號，哎，交去前面24號，得撞。喺後場組織攻勢，16號先至領行攞到個波啦，跟住大腳抽向前，波。加埋16號向前大腳抽，去到前場冇晒人啦，先至領大好機會。交咗，哎，搞掂！領球結果喺呢個壓力。開埋去。前場俾連心同行接到，交到去中場。佢打個快嘅，但係打唔到。喺大邊連心同行13號又接到波，交去咁樣頂38號。係都好靚啊，射得，似乎唔係太奏效。俾先至領球接翻。但又攞翻個波，連心同行去到龍門，即追翻1比1啦！喺阿林，一腳走去前邊，右邊攞到。開咗去中間，攻勢，到對方嘅，即刻開波，連心同行，越打越快嘅。單閘，連心同行攞咗個波，諗住交去前面就接咗，去到禁區頂，先至呢球大好機會，係。罰球一出，抽埋龍門，攞咗，有個罰球機會，即刻開，哎呀喺禁區頂有個大出嚟，罰球一出，係，亦都俾。